后来，这个经济部为了要鼓励民众多多来使用数位的3倍券，特别邀请到政务委员唐凤拍影片来宣传。快！开什么啦？民众一直走，唔知为了什么代志走到这青狂，安尼想拢无，想要到走到一半的时，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出现伫办公中。快上3000.gov.tw，看看你要绑定哪一家业者，不但可以累积点数，还可以抽大奖。唐凤用镜头伫这个边的铺文的能量一直走出来，拄则安尼走，民众袂输比洗脑共款。原来有网友讲，聪明甲会使用脑波控制全人类的唐凤，要替3倍券拍广告。当脑波被控制，你只记得3倍券数位绑定，唐凤无所不在。数位绑定一共有3种领取方式，那就是行动支付、电子票证、信用卡。3倍券的注文头一波甲第2波已经结束啊，15开始领。第3波8月7开始注文，就看唐凤敢真了有度发挥，和这个数位的设定会使超过领纸本的人。